輝夜姬與牛郎的故事。眾所周知，近年我國與日本的關係逐漸惡化，希望透過這個故事，讓兩國人民明白，立場與身份往往會影響許多事情。男主角牛郎是一位從軍多年的職業軍人，更是一位身經百戰的將軍。然而，他在戰場上目睹無數殺戮，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，內心早已厭倦。最終，他決定回到故鄉，脫下軍裝，過着放牛牧羊的平凡生活。日子平靜地過了幾年，某個黃昏，一道光點緩緩接近他，從天而降的是一位美麗的少女，那是他從未見過的絕美容顏。牛郎將昏迷的少女帶回家細心照料，少女蘇醒後，卻似乎失去了記憶，只記得自己的名字輝夜姬。牛郎收留了這位無家可歸的少女，兩人一同生活，日子簡單而安寧。隨着相處日久，他們的感情逐漸升溫，最終成為戀人。某日，牛郎向輝夜姬求婚。他欣然答應，在曾任牛郎副官的魔法師見證下，兩人結為夫妻。為了報答牛郎昔日的照顧，魔法師贈予兩人各一顆藥丸，並表示只要真心相愛，服下後便可長生不老，永不分離。雖然此藥尚未完全驗證效果，但可以確定並非毒藥。牛郎與輝夜姬對此深表感謝。然而，隨着時間推移，輝夜姬的記憶逐漸恢復，卻始終想不起自己為何來到地球。他拒絕就醫，只是每日被零碎的記憶困擾。某天，外星人突然來襲，宣告要征服地球。就在此時，輝夜姬坦白自己的真實身份。他其實是外星人的先鋒偵察兵，因失憶才與牛郎相愛。他問牛郎：你後悔愛上我嗎？牛郎沉默，而輝夜姬只是輕聲說：這段時間我很幸福，謝謝你。隨後，他返回外星母艦，戰爭爆發，地球聯邦軍節節敗退。關鍵時刻，牛郎重新披甲上陣，以卓越的戰略與魔法力量扭轉戰局，最終擊退外星人，為地球帶來勝利。在戰後清理戰場時，魔法師發現俘虜中竟有輝夜姬，他內心掙扎，最終仍將真相告訴牛郎。牛郎聽後出奇地平靜，他原以為自己心愛的人早已在戰火中死去。雖然牛郎成為拯救地球的英雄，備受崇敬，但他深知戰爭帶來的不只是榮耀，還有無數犧牲與痛苦。他明白，外星人同樣有情感、有家庭，與人類並無不同，內心因此充滿矛盾與掙扎。1個月後，地球聯邦最高評議會決定處決所有外星俘虜，並命令牛郎親自執行，且全程全球直播。作為軍人，他無法違抗命令，即使內心極度抗拒。他一一處決俘虜，直到最後一人輝夜姬。他望着牛郎，問道：如果你殺了我，會後悔嗎？如果不殺，我們是否能長生不老，一直在一起？牛郎沒有回答，只是扣下扳機，結束了他的生命。全世界為此歡呼，宣告外星威脅的終結。然而下一刻，牛郎將槍口對準自己的太陽穴，自盡身亡。全世界震驚不已，為何這位英雄會在勝利後選擇死亡？魔法師早已預料到這一切，他向世人揭露真相：牛郎與輝夜姬其實是夫妻，而那所謂的長生不老藥，或許只是未完成的希望。他說，這個世界或許有長生不老，但絕對沒有後悔藥。最後，
他對全世界留下了一句話：仇恨只會讓人被過去束縛，而愛既能塑造現在的自己，也能成為推動未來的力量。說完，他追隨牛郎而去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。魔法師死之前，其實仲有一句話佢未講：勝利可以帶嚟喜悅，榮耀去帶嚟尊敬，但係有一樣嘢更加重要，便是生命。